习谦卑，荣耀你名。你给我毫无保留的爱，用你宝血救赎我。耶稣，我救主，我属于你，你的爱使我坚定，你给我毫无保留的爱，用你宝血救赎我。耶稣，我救主，我属于你，你的爱使我坚定。我有力气经历生命的重生，虽然会有软弱，仍要靠着信心回转里面。我要走出困境，依靠全能的真神，放下自己，学习谦卑。荣耀你名，放下自己，学习谦卑。荣耀你名。我原本是说几拍啊，我有点忘记了，多一个小节。因为我刚好像太早出来，因为你们好像有要。什么？不好意思。好啊。耶稣，我救主，我属于你，你的爱使我坚定。我要离弃罪恶。好 ，OK。对，你太冲突了。我刚刚是直接这样，然后发现好像。对，万一这样比较好，这样。你要落下来还是要冲出去？拉弱一下。好，那个会后诗，对。对。是放下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自由。大声说，大步走，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每天走回家，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哈利路亚。这边怎么接啊？我只是想要练啊，那这边怎么直接接？
是哦，就不要唱对。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这边是不是可以接？那就哦哦。好，好，反正 OK 啊 ，OK。华语礼拜在1分钟后开始，请大家将手机关静音或关机。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起立来敬拜我们的神。一起拍手。全能真神，你掌权，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万民都来尊崇你生命。世上万有属于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荣耀的名只存到永远。哈利路亚，尊贵全能神，天地万有都会灭没，唯有你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圣洁全能神，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于你。再从头唱一次。全能真神，你掌权，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万民都来尊崇你生命。世上万有属于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荣耀的名只存到永远。哈利路亚，尊贵全能神，天地万有都会灭没，唯有你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圣洁全能神，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于你。宣告你国度降临，你旨意成全这地，兴起你所选子民，高举你荣耀的名。哈利路亚，尊贵全能神，
天地万有都会灭没，唯有你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圣洁全能神，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于你，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于你，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于你，归于你。我心何等渴望来尊崇你，主，我用全心来敬拜你。凡在我里面的，都赞美你。我一切所爱在于你。主，我献上我心，我献上我的灵，我活着为了你，我的每个气息，生命中的每个时刻，主成全你旨意。主，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献上我们的全人。我心何等渴望来尊崇你，主，我用全心来敬拜你。凡在我里面的，都赞美你，我一切所爱在于你。主，我献上我心，我献上我的灵，我活着为了你，我的每个气息，生命中的每个时刻，主成全你旨意。主，我献上我心，我献上我的灵，我活着为了你，我的每个气息，生命中的每个时刻，主成全你旨意。献上我心，献上我灵，献上我心，献上我灵，耶稣，献上我心，献上我灵。
力。主，我献上我心，我献上我的灵，我活着为了你，我的每个气息，生命中的每个时刻，主成全你旨意。主，我献上我心，我献上我的灵，我活着为了你，我的每个气息，生命中的每个时刻，主成全你旨意。我走在充满荆棘犯罪的道路，会迷惘，会迷路，你总是我的保护。诱惑不断，考验很难，沮丧跌倒，求你挪开，牵着我往前走步，要回头看，我要离弃罪恶，经历生命的重生。虽然会有软弱，人要靠着信心回转逆面。我要走出困境，依靠全能的真神，放下自己，学习谦卑，荣耀你名。走在充满荆棘犯罪的道路，会迷惘，会迷路，你总是我的保护。诱惑不断，考验很难，沮丧跌倒，求你挪开，牵着我往前走步，要回头看。我要离弃罪恶，经历生命的重生。虽然会有软弱，人要靠着信心回转逆面。我要走出困境，依靠全能的真神，放下自己，学习谦卑，荣耀你名。你给我毫无保留的爱，用你宝血救赎我。耶稣，我救主，我属于你，你的爱使我坚定。你给我毫无保留的爱，用你宝血救赎我。耶稣，我救主，我属于你，你的爱使我坚定。我要离弃罪恶，经历生命
虽然会有软弱，仍要靠着信心回转里面。我要走出困境，依靠全能的真神，放下自己，学习谦卑，我荣耀你名。放下自己，学习谦卑，我荣耀你名。主啊，感谢你，感谢你毫无保留的爱来充满我们。主啊，虽然前面的道路很崎岖、很迷惘，但你总是我们的帮助。主啊，你说，纵使天地都要废去，但你的话语绝不会废去，因为时刻的陪伴在我们身边，带领我们。主啊，感谢你。主，我们将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站立来，一起读《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任内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坐。现在我们要进行奉献，请负责的同工。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上帝，我们真心感谢你在生命的每一刻都赐给我们平安跟勇气。生命的意义在于彰显你的荣耀。昨天是台湾选每一个县市首长的日子，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自由意志，也有心理支持的候选人，但我们深知我们是受创造的。一切世界的运行都有主你在掌权，求主让我们不恋战这个世界每一样的人事物，相信每一件事情都有主你在掌权，赐给我们平安的力量，不让我们被这个世界的诱惑迷失爱你的心，因为只有你才是真正的创造者，没有你任何事情都不能成就。求主也看顾我们这次圣诞节庆的预备，让整个庆典节目都有主你的悦纳，也让我们建成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每一年都能更紧密的生活在一起，透过团契互相关心、互相保护、互相扶持，成为彼此的帮助，也在你的翅膀下平安的成长，成为能够荣耀你的器皿与仆人。我们也要用我们的主祷文这样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报告。第一件事情就是早上在台语礼拜的时候，我们有松年团契代表点燃第一根象征期待跟希望的蜡烛，希望我们大家能够警醒等候基督的再临。第二件事情就是12月25号的圣诞节系列活动的预告，这边要特别注意，就是我们12月25的早上9点半是合堂礼拜，会同时举行圣礼典，还有团契会长干部的就任。第二点是下午2点半的圣诞舞会，依照我节目的安排，大概会到4点半以前会结束这样。然后大家也可以邀请福音朋友来参加。然后晚上吃饭就是隔1个小时，大概5点半到，然后开始圣诞晚宴跟摸彩，地点在马来亚餐厅，跟之前不太一样。这间我好像没去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长安西路287号。所以现在如果有弟兄姐妹想要提供全新的摸彩品或者是礼金，就可以开始提供了，然后同工就可以开始做编号，也可以请同工帮忙代购这样。然后圣诞晚宴也请大家等一下就可以去楼下跟英姐登记，可以请亲友一同参与这样。然后因为这次我们订的席次没有那么多，所以如果要登记要赶快登记，要带家人或者是同学什么要订一桌就要先登记。那如果大人有占位的话，一个人是300块。如果是小朋友他需要坐一个位置的话，一个人是150，就是国小还没有读国小的那种小朋友。那如果像可晴这种，还有我小孩那种，就是不会站到一个人要坐一个位置的话，就不用付钱这样。好。然后明年第一季的团契的排班表，就是如果有新的就任的会长，或者是服侍的团契的会长，就是新任或连任的，请在下个月12月18号提交。好，然后第6点我讲一下第6点好，主日爱餐认线1个单位3000，如果需要认线跟干事登记。好，然后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肢体消息，这个礼拜6，也就是6天后，宇翔要结婚了，然后会跟若雨她的未婚妻在下午2点半的时候举行结婚礼拜。好，以上。今天的圣经记载在新约的马可福音13章24节到27节，以及32节到37节。我这边来念。在那些日子，那灾难以后，日头要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地极直到天边都招聚了来。32节，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地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这事正如一个人离开本家，寄居外邦，把权柄交给仆人，分派个人当做的工，又吩咐看门的警醒。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恐怕他突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要警醒。我们请知梅牧师证道，证道的题目是期待基督降临。
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开始进入待降节，那又来到1年1度我们欢庆圣诞，然后期盼基督再临的日子。教会这里紧邻南西商圈，然后从中山捷运站一直到双连捷运站，这个整个带状公园其实它的街头的圣诞布置，整个都早就已经完成了，就不用等到我们去报佳音，圣诞节欢乐的气氛早就弥漫在大街小巷。但是今天我们刚刚有读诗会有讲到这段经文，我们会发现今天这段有关待降节的经文和整个外面这个环境欢乐的气氛非常的格格不入，显得格格不入。今天的经文我们看24节、25节。24节、25节这里说，在那些日子，那灾难以后，太阳要变黑，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上的万象都要震动。耶稣所说的这一段话呢，是指基督再临的时候有会出现这些可怕的现象。是在说什么呢？为什么基督再临之前不应该是和乐融融的吗？然后大家就很开心啊，要欢迎耶稣基督的再临啊，就像我们现在啊。为什么在基督再临之前不是和乐融融的，反而是一场又一场，一场连着一场的灾难？这段话我们就要也是要同样看马可福音13章。马可福音13章的一开始，第1节就说，当耶稣与门徒他们在圣殿的时候，门徒跟耶稣走着，门徒就一边走着一边看这个圣殿，哇，就开始赞叹。门徒就说：“这是多么了不起的石材啊！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建材啊！多么了不起的建筑物啊！”然后门徒就看着圣殿嘛，一边看着圣殿就一边这样讲。牧师在好几年前有去，就是子安还9个月大的时候，我们有去耶路撒冷，我们有走到那个圣城，因为现在都已经都没有了，只剩下那个西墙还在。我们走到地底下，他们有一块石头啊。圣殿底下有一块石头，有13公尺长，宽13公尺，多长？一块一整块哦，不是拼接的哦，也不是现在我们讲说组合肉那种，不是这种的哦。13公尺长，牧师大概测量了一下，就是从这个我们这边讲台上面要下后面楼梯的那个门这边开始算，一直到那个墙壁，就是这整块。就差不多是13公尺长，那个圣殿的下面有那么一块石头，就是这么大一块，一整块这么大一块。在那个时代，这么大一块石头是怎么搬过来的？好，有研究的学者是说呢，在那个时候，它不是那个石块不是本来就在这个位置，然后给它凿成一个石块，不是的，它是在耶路撒冷城的大概1-2公里以外的采石场。把这个石头呢，这一大块石头先给它弄成圆形的，当然那时候的工法可能没有办法太圆啊，至少它是给它先敲成圆形的，然后滚到这个位置，然后滚到这个位置以后呢，再给它敲成方形的，是这样子，是这样弄成的。我们就可以想象这么大的一块石头，在那个时候。哇，真的是很大工程啊！所以那个门徒跟耶稣呢，这样走着，光是下面都这个样子了，更何况是上面。好，就开始赞叹这个圣殿是多么的荣美。可是耶稣在第2节马上13章的第2节马上就给这些门徒打脸，就说：你们说的这些宏伟的建筑啊，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这个圣殿将会被拆毁。门徒的心中真的听了耶稣这番话，真的是百思不得其解。就好像现在我们会看着我们的礼拜堂，我们可能会说：哇，这个影音设备真的是赞啊！这个空调，这个装饰，这个装潢真的是不错啊。耶稣会说什么？如果我们回到2000年前那个时候，耶稣会说：这些通通都会被拆毁，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耶稣在马可福音13章这里再三警告门徒说：那些日子、那些灾难发生的时候，要谨慎，不要被迷惑。你们会为我的名被众人憎恨，但那坚忍到底的终必得救。这番话对耶稣的门徒来讲，实在缺乏真实感。
虽然在当时他们所面对的环境，当这群门徒跟着耶稣一路走到这个时候，就是马可福音13章记载的这个时候，耶稣已经要面对受难了。整个外在的环境对他们非常的那种迫害的那个感觉，紧张的氛围是越来越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就好像现在中共飞机一直来挑衅，飞越海峡中外，飞越海峡中外已经不算什么了，可能就是已经临到了我们在台湾就可以目测，哇，中共的军机也这样子，就是那种危机是这么的迫切。可是门徒在想什么？门徒的心里在当时是想什么呢？我跟着这个耶稣跟了3年多，神迹奇事各种。门徒一直都在期盼一件事情：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呐。门徒心里所期待的是，他们的苦难，他们这些不好的日子，拍泥当，总算快要到尽头了。那个好日子总算应该就快要来了。但我们看整个马可福音13章都在讲终末，都在讲基督在临之前会呈现的那些大灾难的征兆。在这13章其实不算长的篇幅里面，反复出现，从头到尾反复出现了要谨慎、要警醒、要谨慎、要警醒。圣经不断反复出现的话都有相当的重要性。问题在于，耶稣这番话不只是对当时的门徒缺乏真实感，其实在我们现在来看，也有点缺乏真实感。特别是对我们这一群没有经历过战火，没有经历过一些集权政权胁迫，生活在自由民主台湾的人来讲，我们所能感受到的真的很有限。我们会看乌俄战争，哇，这样子好像很恐怖，但是呢，要想象台湾真的也发生这种战争，有时候想象是想象了，但是就飞弹还没来嘛。像当初911攻击的时候，看到炸的这样子，哇，好像在看电影哦，很恐怖，那么恐怖，但是就是想象，那个就是只是处在一个想象的阶段，没有真实性。当基督再临，众星陨落，日月都不放光的这种场景啊，我们似乎只有在电影的灾难片里面可以看得到。我们在电影的灾难片里面可以感受到这种惊恐，然后呢，我们还会期待什么？我们还会期待下一部更惊恐、更惊悚、更刺激的影片再被端出来，然后让我们可以欣赏。可是，如果那一些灾难是发生在现实这种状态，会有人期待下一次吗？不会，完全不会期待，一次就够了，一次就够了。当我们期待1年1度欢庆圣诞，牧师这句话有语病哦。当我们在期待1年1度欢庆圣诞，有没有语病？你觉得有语病的举手。牧师在陷害你们。当我们在期待1年1度欢庆圣诞，换个角度来看，就是我们希望基督不要再来，不是吗？因为如果我们的基督今天就来了，还是明天就来了，或是过不了多久，真的哪一天他就来了，我们就不会再有下一次的圣诞节了。我们到底是应该期待1年1度欢庆圣诞，还是期待基督再临？我们真的有期待基督再临吗？照这样来看，1年1度欢庆圣诞跟期待基督再临这2件事情，好像就是2回事，好像不能凑在一起看。这2件事放在一起，其实真的是很吊诡的。因为当基督再临之前，在今天马可福音13章整个13章里面有说，当基督再临之前会有大灾难啊，根本没有什么欢乐可言。意思是正在上班赚钱的，不要想要回家打包，也不要想要去银行领钱，更不要去你的保险箱里面拿什么金条金块出来，来不及了，马上跑。正在吃饭的，也不要想要打包剩饭剩菜，马上放下你的碗筷，先逃再说。总之，你要即时即刻停止你现在正在做的一切，头也不回的逃走。这在马可福音13章里面的有这样的记载。从921地震发生以后，逃生包那个急救包开始受到家家户户的关注。
在那个时候，许多家庭里面都会准备一个可以随时拎着走的，当地震来随时拎着走的，里面干粮啊、干净的饮水啊、手电筒啊等等的。但是在时间一直往前进，然后呢，时间久了，其实就淡忘了，就被忽视掉了。只有在每一次有大地震，甚至传出灾情的时候，大家才会想起来说：“哎，那我那个逃生包嘞，赶快再拿出来，不知道跑哪去了。啊，里面的干粮可能过期了，饮水也可能不晓得放多久，也不能喝了，等等，才会开始受到重视。两岸关系也是如此。当中国的军机频频一直跨越海峡中线挑衅我们的时候，我不晓得现在在座的大家有感觉吗？有感觉那个危机吗？你们在每天上班、吃饭，会有意识到说，中国的军机现在正在这边还在那边拉拉手，然后那个船舰也在那边一天到晚在那边虎视眈眈。不会，我们感受不到，因为我们看不到，新闻也没有在报了。可是他们每天哦，还是派出非常多架次的飞机跟船舰，不断的在向台湾这边一直挑衅。当日子久了，其实我们都会习惯了、麻痹了、不在乎了，就忽视掉了。当人处在一个固定的频率，不管是长期处在一个逆境或顺境的时候，都会觉得疲乏，容易失去警觉性。对于长期处在一个苦难当中的人，他会觉得他的苦难怎么都离不开他，他怎么就是没有办法有好日子过。那么这个苦难呢？这个苦难就会成为，他会被他的苦难迷惑，他会认为自己不被上帝眷顾，他会认为教会社会都遗忘他了。然后呢，他就会认为早晨的太阳不再成为他的盼望，夜间的月亮也不再成为他的安慰，天上的众星当然也不会成为他的鼓励。他的世界，他的生命就好像是处在一个众星陨落、日月都不发光的这样的状态。至于那些长期处在顺境的人，他们也会被自己的优势迷惑，他们对上帝会失去敬畏，认为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他的能力、才干、他的努力的成果，或者是他们家的祖先长辈的庇应。这些人呢，总是会自体洋洋的自体发光啊，得意洋洋的自体发光，光到一个程度，他们认为日月星辰的光芒都相形失色啊。不论是在困境，不论是在顺境，面对这种日月都不放光又众星陨落的灾难现场，就连耶稣也说，这样的时候什么时候会来，没有人知道。在教会待久了，其实就会看到一些状况。有些人就会像那些常常在旷野绕不出来的以色列人，他们始终走不出自己的阴霾跟困境，他们始终专注在自己的需要，成天抱怨。至于他们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上帝的全能跟慈爱产生怀疑的？他们亲眼经历了上帝借由摩西在埃及所降下的那一些神迹奇事，他们自己亲自经历了上帝如何带着他们越过红海，穿越红海到旷野，这是他们亲身经历耶。但是他们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个怀疑上帝全能跟慈爱的那个种子什么时候撒下去的？不知道，不知道。等到他们开始成天抱怨的时候，又没有人提醒他们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没有人知道那个怀疑的种子什么时候被撒下去的。另外，有一些人在凡事顺利、志得意满的过程当中，也会突然在某个时间点，就当耶稣基督抛到九霄云外。在谈感情，我们讲说，正在谈感情很好的情侣，没有人会知道我下一秒会不会吵架，对不对？这边有一些情侣嘛，你们要吵架的时候会知道吗？可能你们前1分钟还蛮不错的啊，聊天啊，聊得蛮愉快的。可是忽然下一秒，那个不对，有个感觉不对，那个 feel 不对了，就开始不高兴了，
会有预兆吗？或者是一段非常令人称羡的婚姻，大家都非常羡慕，哇，这对夫妻真的婚姻生活、家庭幸福美满。可是突然冒了一个小三出来，哎，怎么会这样啊？那个诱惑人背离婚姻的那个种子，到底什么时候种在那个人的心中的？没有人知道，有的时候连自己都没有办法察觉。等到知道了，就已经来不及了。很多有小三的婚姻都是这样子嘛，知道了已经来不及了。但是问题是，我的心是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受到那个小三的引诱的那个因子？有的时候连自己都不清楚，哎，没有人知道。我们的信仰到底从哪一个时间点开始变质？开始会对上帝不断的抱怨？对于已经被迷惑的人来讲，是个大灾难，因为很多时候他们并不自觉。又或者，他们并不想回头逃离这个错误，他们不想像马可福音13章这里讲的，当你发现了这个灾难的时候，你要头也不回的逃走。可是往往被疑惑、已经迷失的那些人，好，有人提醒他了，他也知道这样不对，可是呢，他不想头也不回的逃走，他还沉浸在那个被迷惑的那种氛围里面，他还放不下那一段婚外情，他放不下。有的人是放不下的。那么对于还未被迷惑的人来说呢，或许也会是个大灾难，除非他们够警醒。对于那些还没有入迷惑的门徒来说，其实这些门徒已经渐渐被迷惑了啦。因为他们的心一直想要跟着耶稣有好日子过嘛，对不对？然后呢，才开始要争谁为大，对不对？那个心里的欲望，其实什么时候开始长起来的，不知道。但是呢，在外表上看起来，这群门徒呢还是跟着耶稣的。于是耶稣又说了一个比喻，就是今天的经文34节到36节，这里说：这事就正如一个人离家远行，授权给仆人们分派个人的工作，又吩咐看门的警醒。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这家的主人什么时候来，或是晚上，或是半夜，或是鸡叫时，或是早晨，免得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36节这里说睡着，所指的并不是我们人在睡眠上的需要啦，这里所意指的是指在灵性上，我们属灵的生命上的软弱无力，就好像进入沉睡的状态，对外界的刺激无能为力，甚至毫无反应，也就是无法以真理作为根基的基础来做正确的判断。之前一节牧师他有分享，我不晓得里面有哪些人知道，他说他年轻他在当兵的时候。因为他当兵的那个地点是小金门的一家医院，那个医院呢是以废弃的国小校舍拿来当医院，这样军医院医院。那国小校舍很小嘛，就是一排L 型的这样子一排的那个房舍，然后这边就中间就有个大操场，好，然后入口就一个坡下来，从马路一个坡下来，然后就进到这个学校这样，所以他们的校舍啊，当然后来叫做军医院军舍，就是这样子一个 L 型的。然后他们会站卫兵，当兵就是要站卫兵嘛，不管你在哪里当兵，你就是要站卫兵。好，然后呢，特别是半夜的卫兵，就是11点，就是夜里11点到1点，1点到3点，3点到5点，5点到7点。好，有当兵的大家都了解。那他们站卫兵呢，因为是这种医院的形式，然后前面就有一些椅子，就是待诊区、候诊区。所以他们当兵站卫兵是不用站着的，他们就是坐在那个椅子的候诊区坐着站卫兵，就是万一有人那种临时晚上有人要送急救的啦或者什么的来，他们就要赶快做反应这样。坐着站卫兵，特别是晚上啦那一天易贤牧师说，他说他是站那个1-3的，好1-3就是1点到3点这个班1-3这个时间真这样就爱困了，非常想睡觉，然后呢。
他们都卫兵都，他们那一个部队的啦哈，就是大家都很聪明，因为他们有养狗嘛。要站卫兵的时候呢，因为怕自己会睡着，大家都会牵一只狗坐在自己的旁边，因为有任何的反应，风吹草动，狗一定是比人更敏锐啊，狗一定会叫，啊，狗一叫呢，啊，人就会醒嘛，所以站卫兵这件事情就算可以哦，相对来讲就非常的 OK 这样。可是有一天晚上呢，一节牧师就睡着了，果然就睡着了，而且一睡到天亮。好，那个3点到5点的，5点到7点那个他们都一觉睡到天亮了哈，就是非常的睡得非常的舒服这样。意思是说哈，牧师在这里要说的是，一个知道自己会睡着的人，他至少他会带一只狗在身边来提醒他，成为他的提醒，成为他的帮助，以防万一这样子。一只狗可以成为站卫兵的人所仰赖的助力啊！而且在3更半夜，我们知道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狗如果大声叫，其实是还蛮吓的。我们会被那狗叫声惊吓，这样吓起来。好，那基督徒呢？耶稣到底给了我们基督徒什么助力，可以帮助我们随时提高警觉？耶稣说，这些事在发生之前必会有个兆头，就是什么日月星辰都坠落啊，日月都不放光这样子。就是基督再临之前会有什么兆头呢？基督再临之前会有什么兆头？耶稣说他会给我们一个兆头，就好像怀孕的妇人在临产之前就会出现一些征兆啊，感觉要生了，然后就要赶快去医院。或者是像无花果树，因为在今天牧师这2段经文中间还有一段无花果树的比喻。为什么会突然冒出一个无花果树？因为无花果树它的生长周期非常的规律，它一定会在夏天要到之前会发芽、长新叶，所以看到无花果树长新叶的时候呢，就知道夏天要来了。它就是一个兆头。照这样看起来，原来我们所面对的这些灾难，我们生活上所遇到的这些灾难本身，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灾难啊。牧师在这里所谓的灾难，就是当有事物诱惑我们，让我们迷失在我们的信仰里面，迷失在我们跟上帝的关系里。当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产生裂痕的时候，那是我们的灾难。然而，我们在每一天碰到的这些灾难，现实上的这些困难本身并不是灾难，灾难本身是基督再临的预兆。所以呢，当这些灾难发生的时候，就好像那个3更半夜的狗一叫，我们要警醒，我们是不是在基督耶稣里？因为当基督再临的时候，就是一翻2瞪眼了啦，所有的事在那个当下都成为定局，连后悔的时间都没有。基督再临之前的那些灾难现场，每一个灾难都在考验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每一场灾难都在考验我们对主的信心是否够坚定。因为这一些灾难在提醒我们，主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到底有多少分量。上个礼拜我们在做禾堂礼拜的时候，当思慧在读经，突然地震一下，对不对？好，有人如果是在教会就知道，那个就是这样子晃了一下，就这样子一下而已。但是就这么一下，昨天晚上也有地震啊！哈，昨天晚上那个地震真的是牧师实在是累到已经不想反应了，就躺在那边，随便你摇吧。好，我就心里祷告说：主啊，主啊，你这来保守我们，真的累到一个地步。在礼拜堂，在上个礼拜做礼拜的时候，突然这样的地震晃了一下的时候，我们扪心自问，在那个当下我们在想什么？或者如果你上个礼拜，因为有那个晃了一下，好像不是每个人都有感受到。像一节牧师他那一天他也说在后面，他说：“哎，有吗？有吗？有地震吗？”好，但是我们这个水晶灯都已经在摇了。有的人有感受到，有的人没有感受到。无论如何，地震来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当下在想什么？是想着啊，感谢主，在灾难、在地震来的时候，我竟然还在敬拜。我是在敬拜的当中碰到这样的灾难的，还是说我们已经准备起身要逃跑了？还是落入一个非常惶恐的一个地步，
不知道要干嘛，完全不知道怎么做什么反应，脑袋空空的。如果上个礼拜这样子地震，给它继续这样晃下去呢？如果不是这么晃那么一下，上礼拜那晃那一下其实还蛮大力的。如果就这样给它一直继续晃下去呢，或者是我们昨天晚上那个地震，一直给它摇下去，我们当下内心的状态就足以提醒我们，主耶稣在我们内心到底有多少分量？我们到底依靠他依靠的多深？在那个当下。如果上礼拜的地震，或者是昨天晚上的地震，或者是任何时候的地震，就是我们今天经文中所谓的大灾难呢？如果那一次某一次的地震，就是今天13章马可福音13章里面所讲的大灾难呢？紧接着基督就要来了，那么我们是已经准备好的人，还是还没有准备好的人？因为我们不晓得哪一次的灾难才是耶稣所说的那个真正的大灾难。因为没有人知道那个时候到底什么时候，所以我们真的要感谢上帝，常常透过大大小小的灾难提醒我们、考验我们，是否还有许多东西放不下？我们是否还常常三心两意，总是在上帝跟马门之间无法抉择？是否在工作权谋与利益之下，我们又常常把上帝晾在一边？是否在友情、亲情密不可分的这样关系中，也常常把耶稣晾在一边？是否在我们吃喝玩乐非常嗨、人来疯的这样非常嗨的过程当中，也常常把圣灵的感动与提醒晾在一边？对于我们每天所经历的这些日常，不论是痛苦、忧愁，还是满足、喜乐，我们是不是都已经做好了随时可以放下、头也不回逃跑的准备？我们是否真的已经准备好要迎接基督的再临啊？这世界用各种华丽的装饰、欢乐的气氛在庆祝圣诞，主要是为了填饱他们的肚腹，也多少满足了我们某些欲望。但我们不能将这些视为理所当然啊！不能说不是说我们不能欢乐。我们是应该欢庆，我们要欢庆什么呢？我们欢庆主啊，感谢你延迟了基督再临的这个时间点。我们也当纪念主耶稣，他因为爱，他谦卑的降生在一点都不光鲜亮丽的马槽。因此，在代降节，在全世界所营造的各种欢乐的气氛氛围里，我们仍然要谨慎警醒，不要入了迷惑。不要以为圣诞就一定等于快乐。以今天的经文，耶稣他所说的，圣诞一点都不快乐。当基督再临的时候，一点都不快乐，除非你是预备好的人，除非你是已经准备好的人。我不确定大家现在期不期待基督再临？期待吗？如果1个小时就基督再临了。我还没有看到我的女儿结婚呢。宇翔跟若愚的婚礼也准备的快差不多了。基督再临，全部都没了。可晴这么可爱，基督再临了。博彦多伤心难过啊，对不对？我们期待好了吗？我们真的期待好可以放下一切，等候基督再临吗？这是我们基督徒在代降节期需要去思考的一件问题。我们可以欢乐。感谢上帝延迟了基督再临的时间。刚才一开始有说，欢庆圣诞跟期待基督再临其实是非常大张力的一个存在。就是我们不能被这个欢乐迷惑，在欢乐的同时，我们要思考我们准备好了没？感谢上帝怜悯，趁着还有今日，趁着基督还未再临。我们要在新的一个年度，因为以教会的节期来讲，就是从代降节开始算的。好，我们要在新的一个年度开始调整我们的心智啊，在每一次的顺境或是逆境当中，我们要谨慎摆放我们生命当中轻重缓急的次序。我们要谨慎摆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轻重缓急的次序。愿我们都能成为那个随时准备好的人。
真是但愿我们都能成为那个随时准备好的人，不要再给自己找借口了。不要再给自己找借口了，说我再等一下吧，等我如何了再如何，等我如何了再如何，因为我们真的是不知道基督再临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时候，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我们要借着这首诗歌，我献上我心，我们要把我们的主摆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第一个位置，不论得时不得时，我们要用意志来赞美他，我们要我们的意志来感谢他，因为我们定义要如此，我们定义要如此尊主为大。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如果你心里可能还有一些放不下的，纠结在那里，如果你还有过不去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懂得如何放下。心何等渴望来尊崇你，主，我用真心来敬拜你。凡在我里面的，都赞美你。我一切所爱都在于你。主，我献上我心，我献上我的灵，我活着为了你，我的每个气息，生命中的每个时刻，就成全你旨意。尊重你，主，我用全心来敬拜你。凡在我里面的，都赞美你。一切所爱在于你。主啊，我献上我们的心，主，我献上我心，我献上我的灵，我活着为了你，我的每个气息，生命中的每个时刻，主成全你旨意。主，我献上我心，我献上我的灵，我活着为了你，我的每个气息，生命中的每个时刻，主成全你旨意。献上我心，我献上我心，我献上我的灵，我活着为了你，我的每个气息，生命中的每个时刻，主成全你旨意。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比我们更在乎我们自己，因为你在乎我们，所以你量给我们各样的环境来提醒我们，目的是要让我们可以跟你越来越亲密，跟你的关系越来越坚定。
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延迟了基督再临的时间。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好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一波又一波的灾难当中，主啊，我们仍然有一个盼望，我们仍然有一个与基督你同在的盼望。因着这样子的盼望，主，我们心里就更加的坚定。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怜悯与慈爱，以及圣灵的扶持与帮助，帮助你们每一个人，在基督再临的时刻，都成为准备好的人，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好，让我们一起唱会后诗。免惊。主，求你使用我，主差遣我，使被掳的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自由。大声说，大步走，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每天走回家，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哦哈利路亚，大声说，嘿，大步走，嘿，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每样，嘿，都会改，嘿，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哦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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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堂礼拜到这边结束，大家可以互相交易请安。